今天我们继续昨天的课程。头度。现在就是在讲，不管自己遇到各种状态，不管遇到幸福还是痛苦的状态，自己对自己都要没有任何的伤害，以一种平等心来去对待这种状况。要将今生的一切抛洒在风中，而住在山间。不管是别人怎样的赞颂你，或者怎样的嘲讽你，对你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像昨天我们讲了该如何舍弃此生，也就是说，主要让我们舍弃此生的主要的障碍就有4种法：世间法。然后今天所讲的就是因为衣食的这个障碍，就像我们如果没有衣食，没有衣服的话，就会被冻死；如果没有食物的话，就会被饿死。所以我们人无法离开衣食而去生活。如果没有饮食，1个礼拜我们就会去死亡。所以说，我们就会去想，衣食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个饮食，主要的意义就是说，不要让自己饿着，适可而止。这样的话，就是它饮食的正式作用，而并非说要非常可口、非常美味，一个五味俱全的一个食物，不需要这样的。
像衣服一样，只要自己不被冻着，你就具足了这个衣服的作用。所以，这个衣服并不需要非常的好看，非常的贵，或者是名牌的衣服，不需要这样。比方说有一个重犯，他在监狱中的一个重犯，如果有一天他有一个可以逃出去的一个机会，他可以从楼顶上跳下去。如果他可以有出逃的机会的话，他就不会对监狱里的任何人或者事物或者物质产生任何的贪执，他会舍弃这一切而从监狱之中逃出去。所以我们也要像这样。然后这个衣食的这个障碍，之前已经讲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现在法王所念的这个句子，就是说人的身体的一些过患。以讲述身体的过患来让我们断除对身体的执着和贪念。接下来是分别心的这个对治法。它是讲述我们脱去在家人的衣服而穿上出家人的衣服，然后去一直一味上师。我们口口声声说为了一切众生而去修持，但是真实的我们却是在虚度我们的光阴。所谓的这个分别念是有非常大的过患，也就是说对
就是说我是噶举派，我是格鲁派，我是萨迦派，这样一个宗派的分别心，或者是自己的出生的地方，对自己的家乡或者的他乡产生非比例，或者说我是竹巴，我是尼泊尔的人，我是藏人，以这种心态去分别，这并非我们的出家人所要做的事情。虽然在家人会有这样的区别，但是之所以我们穿上僧袍，一般来讲，在家人和出家人虽然说在修法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家人他还是需要承办一些家庭的事情，但是出家人就不需要去承办在家的承办家庭的这个事情，他要将主要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佛法上。所以说呢，我们最主要的发心和我们最主要的所要承办的事，就是闻思修持佛法，为了利益佛教和利益一切众生，才是我们所要做的事。但是对于世间人来讲，对于世间的这个贪执，是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利益。而且还不要把承办世间的事业说成是在为了行持佛陀和众生事业，这样是对我们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公案在这里，你讲也讲不完。我讲出来的话，所讲的人也觉得害羞，你们听的人也会觉得害羞。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当然要回顾一下历史，但是回顾历史的时候，确实很多的过失，没有一点吉祥的事情，都是一些不吉祥的事，都是一些贪嗔的事情，就会出现这种很不必要的这种过失。比方说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拆毁寺院，而焚烧经书，杀害僧众，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不吉祥的事情。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对上师和佛法升起敬心，特别是对上师的敬心。之后呢，也就是说，持僧获得双玉金刚持的果位的主要的这个第二部分，也就是说，如何依止的上师的方式。这第三个部分，也就是从上师所受得的这个佛法修持，从上师所得的佛法。第四部分呢，就是以这个从上师所得的这个佛法而精进一生的去修持。所谓的精进和这个誓言是非常的重要的。以修法的状态来讲的话，或者是以传承祖师的传记之中来讲的话，立誓是非常的重要。就算是我病，就算是我死，我都要去修持一个真实的佛法。以这种方式去发誓的话，是非常的重要的。
确实加起来颜色有些用，在这上看法可能就做了加起。就是说，米拉日巴大师曾经这样告诉冈波巴：未来，自称是大修行者的人们，都会存一些，就像一些石头、奇怪的石头和木头，他都会去存住，就会去积累。像这种的所谓的修行者，我们根本不应该和他结交，更不能跟他讲话。如果我们跟他交谈的话，他心里的所有的这些贪嗔的这个恶念，就可以知道他就是一个有分别念的人，所以我们不应该跟他交谈，也不应该相信他的话。像昨天我们所讲的温森巴贡波伊西，他是一个上师的名字。他说呢，我们的自相续并非像是一个不像是一个皮一样的，可以又可以把它撑开，又可以把它缩小，就可以随便的任人摆布，应该像一个就像一个铁，它被火烧得通红的时候，就可以改变它的状态。然后，如果一离开这个火焰的话，它又会很坚固的，不会被任何事物所弯曲或者是摆布，无法改造。他们在花花的有些从职场上面，甚至职场上面，看到这种人，这个系统的话，这一个老师，学生我说年到学生，他会这点希望做些内容，大家确实上的嘛叫气难的上的这个他这种就是。你看，这种如果这个方面有上的不动啊，对不对？在自己的性格上往前了，那性格上肯定也是。第二个，要你他们能力确实，那这个好话，那就是这个一个年纪的这个有了，在这方面那就是一个法律这里是差。以上就是将此生的一些世间八风舍弃世间的八风的这个部分。接下来是在讲这个小乘的这个修持道路。现在法王所念的这个就是小乘的在修法上的手持的这个戒律的区分。现在是在宣讲僧伽寺中的这个戒条和律仪。
接下来是在讲传授的这个居士戒，在居士戒讲授居士戒所要受持的戒律以及它的学处。也就是说，居士的主要的学处，也就是去修学，这断除十不善法，修持十善法的这个学处。之后讲的是这个比丘的戒律，有253条戒律。他是在讲这个破戒的因，以及如何修复这个戒条，以及修复这个戒身。现在所讲的就是声闻乘的观修口诀。De Madela.现在所讲的这个就是在讲解地狱的这个地狱的这些境遇。以及恶鬼道，还有旁生道，还有三善道、天人和阿修罗的这些境遇。现在是在讲四禅天，在介绍四禅天的这个境遇。以及色界的16境遇。总之，以上在介绍33天的这个境遇。
接下来所讲的就是1小千世界，然后1小千世界到3小千世界，再到1大千世界到3大千世界，一直到3000大千世界的这个境遇。所要讲就是在衔接世间毁灭的时候，一直33天，这些所有的一切境遇，包括地狱，所有一切境遇都会被毁灭。接下来是在讲这个世间被火所毁灭的这个状态。以及水的这个灾难，还有风的灾难，所以说在这世间被火7次的这毁灭以后，然后每64节会出现风的这个风会摧毁这个世间。然后最终在7火1水的这个摧毁之中，世间就会被完全的摧毁。接下来是在讲4谛当中的苦谛，在苦谛之中，它分为无常和痛苦，以及空性以及无我这4个部分。现在所讲的就是内气众生的这个无常，之前所讲到的外气世间的这个无常，接下来是在内情有情的这个无常，就是在讲地狱的热冷的痛苦，恶鬼饥渴的痛苦，旁生被欲食的痛苦，以及天人放逸的痛苦，还有阿修罗战争的痛苦，以及人的生老病死的痛苦。接下来说的主要讲的就是这个人的痛苦、生老病死的痛苦，以及怨憎会苦、爱别离苦的这些痛苦。所以也就是说，这6道的一切形象都犹如梦境一样，在你做梦的时候，你会迷惑于其中；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不会获得任何的痛苦或者快乐。
接下来是在讲圣者们的心境中的这个无我的这个形象。接下来所讲的就是这个生谛，也就是说产生痛苦的这个烦恼障和组织障，它们之中区分为7种傲慢之心，以及嗔恨心的意义。以及无明的意义。接下来所讲的是疑惑的这个概念。接下来所讲的是因恶业所产生的恶果，以及因善业产生的善果。现在所讲的就是欲界的这个在欲界所造的不善业所遭受到的痛苦。现在是在介绍这个无间罪。现在是在讲的是十不善业，以及身的三业、四的事业，以及意的三业。总之也是就是在讲十恶法。接下来是在讲烦恼的分类，以及烦恼，也就是说是烦恼的种类。
现在是在讲投身到恶趣的这个恶业，以及造善业所获得的涅槃的这个果位。现在所讲的是十地五道中的这个加行道和这个见道，以及资粮道。以及学道和无学道这十地五道中之动五道，以及在佛陀在佛陀在大转第一次法轮之后所讲的这个四谛，还有苦谛、极谛、道谛、灭谛这四谛的精髓。之后是在灵鹫，是佛祖在灵鹫山为250位比丘传授的这个空性的教法。
像唯识派他们所说，初转法轮的这个是落入人我的，落入法我的有边。而第二次法轮的主要是讲的这个空性，还没有去讲显象的这个部分。第三次这个法轮才是远离四边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真理。才是真正的这个法性的讲解。以上的话就只有就这样念诵下去，为大家口传了。反正总之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讲的。有518页。因为518页，如果算上今天有17天，如果不算今天就有16天，能不能念完啊？可能有点困难。现在就稍微解释一下，是要全部念完呢，还是怎么办呢？让我好好的考虑一下吧。噶当派的3大全知上师，也就是波多瓦祖师、大哥西波多瓦亲拉。所谓的藏文之中的亲拉，就是说自言自语，就是自己讲话的那种，叫自言自语。也就是说，这是波多瓦他自己的自言自语，为自己所讲的这些话，是密揭多揭做的一个著书。现在在讲众生是如何积累资粮而获得这个解脱的果位，以及众生不知道该如何去积累资粮。所谓我们会流转轮回，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了悟这个无我的本性。因为我们没有了悟我的本性，就是因为我们有我执。因为有我执，所以我们才不懂得该如何去积累资粮。所以像在畜生道之中，本来就不知道该如何去积累资粮，但是再加上他们的自信之中的对自己的这个自私和对我执非常的出众。也就是说，像畜生道这些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投身到畜生道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获得解脱、获得快乐的方法。像牛、羊、鸡，就像这样从
在很多劫之中流转，就连人天的果位也没有投身到，就一直就在这段畜生道之中流转。然后像波多瓦他就想到这一点，这么大的可惜，他想到这一点，他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想到这一点，像我们呢，像大可惜想到这些一点，他都会非常的伤心而去昏掉。像我们呢，连一点毫毛都不会竖起，像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一样的。就算我们没有投身在畜生道之中，就算获得人天的果位，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积累这个资粮。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有功德的士夫，我们没有认识到功德，我们没有把这个怀有功德的这个士夫，当成是至高无上的士夫。因为我们总是这样想，他虽然有功德，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跟我没有关系，就把它放在一边，从来没有去想，这么样一个非常殊胜的善事。它可以为我们实现获得解脱、远离痛苦的这个道路。如果能在这样一个有功德的这个师父近前，求得一个懂得善恶取舍的这个方法的话，如果升起这样一个心态的话，我们才会看见这个师父的功德，才会知道这个师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我们总是背朝着他的这些功德，从来没有从这方面去想过。再加上还有就是不希求解脱。不希求解脱，就是因为没有去想到死亡的到来，就是因为没有想到死亡到来，我们才会去执着世间的这个物质，就是因为执着世间，就是因为把它执着为实有，所以说我们的最终这个障碍就是执着事物的实有。像在茫然被抛弃到荒野之上，或者是小鸟离开了这个母亲一样，没有任何无依无靠这样可怜的众生，让他们看不到任何的功德，再加上也不知道该如何修持这个解脱之道，就一直就遭受着这样的痛苦。虽然我们没有真实的看到，我们无法真实的看到轮回的这个过患，但是所有的圣者他们都看到过这个真实现见的轮回的这个过患，他们用各种的比喻来为我们解释这个轮回的过患。比方说，手上放一个灰尘的话，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但是我们的眼睛里面进入一个灰尘的话，我们就会有感觉。像我们一般的众生凡夫，对待轮回的这个快乐和痛苦，对轮回的过患，就像放在手上的灰尘，但是对圣者来讲，这个轮回的过患就像是眼睛里的尘埃一样。
总之说呢，像科学家们这样讲过，我们人的大脑如果出现，我们只能感触到突然而来和暂时的这种痛苦，无法对细微的和非常广大的这种痛苦是无法感知的。比方说，一个老虎，在一个离我们只有2-3步距离的时候，我们才会害怕。但是如果说有一个老虎3个月以后会过来叫你们一定要小心，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是不会产生害怕的感觉的，就是在想现在没有任何还远着呢，它不会有，现在不会有危险。像现在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呢？比方说像往昔的话，这些是可以的，但是像现在的话，比方说像环境的话，我们现在遭受到很多环境的困难，我们不可以马上就知道，但是因为是非常广阔的，我们无法马上就得觉知，因为我们无法马上就知道，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一边。等到有时候有朝一日一切因缘成熟的时候，环境产生变化的时候，那已经是为时太晚了。就像我们在一个非常大的器皿之中，放入一个青蛙，然后把这倒入水，里面放只青蛙，下面烧一个烧火，慢慢的烧火。但这个青蛙它就在想，我现在在水中，所以它还不知道这个水会马上变温，所以它觉得它现在还在安全，所以说它不知道这个水马上就会变热变烫。等到它慢慢水变烫变热的时候，它才发觉它已经遭受到这样大的危险。所以说，我们如果自己不好好的想法去想的话，有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欺骗着我们，让我们把不是快乐的这些误认为是一种快乐的事情，把这些危险看成是平安。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去相信我们的大脑。因此，我们要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本性。在戒律中有这样一个说法，也就是在别解脱要想获得别解脱戒的话，就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出离心，就一定要心怀真实的出离心。所以说呢，如果心中没有升起出离心，没有出离心的这种别解脱戒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意义，可能就是很困难的。总之呢，出家众 ，OK， 我不讲这个了。就像是第10天这些，如果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福报福报用尽了以后，他们也会堕入到恶趣。所以说，如果我们去思维我们死无定期、死期无常的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对世间的一切不会看得那么的重。所以说，格西波多啊，说他只真正看到过的大德就只有荣敦巴才有这样的珍贵的发心。所以好像今天就是这么多了，我觉得好像时间已经到了，已经超过了5分钟了。像你们在辩经的时候，好像也应该给我计时一下，计上一个40分钟，然后滴滴滴的一声一声的提醒我。差不多就放在就在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可能很难全部念完，500多页，怎么可能念得完？如果还就这样的话，有可能会生病哦。如果因为这些念这么多而生病的话，谁能负责呢？有没有人敢负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